问匿名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匿名哦，吼，美秀这边是唱名，哦，因为匿嘛，匿就是藏的意思啊，嘿，个藏起来，嘿，喂，所以简单就是唱名嘛。阿雄我叫做看名，看，哦，个看不看？暗琴，我不爱用知影暗琴我的名，所以叫做看名。唱较伤直接吧，所以我会选看名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的爸爸，你来讲一下。这平常听人讲，像你家那个暗看看，哦，嘛是暗看哦，是，你名暗就是暗看，嘿，啊，毋过阿雄的看名占53.9%，是，啊，美秀的唱名是46.1%，所以咱这个看名，对于这个动词来讲，看就是先。看起来无互人知嘛，啊，毋过唱的那唱步，迄款就是迄款较无好的感觉，嘿，所以若准讲我选，我嘛是会选看名。